大家平安。今天6月7日，我们来到主人面前来敬拜，来等候，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让上帝帮助我们面对这世上许多事情。我们来到主人面前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来到主人面前将自己献上，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上帝的拣选，上帝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上帝十架的大能，拯救着我们，让我们从死里跟基督一起复活了。我们一起透过这首诗歌拣选，一起来敬拜我们所仰望的上主。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真实，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真实，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凡事都能，在我们生命当中仰望你。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去经历你的同在。主啊，主啊，愿主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让我们仰望主你的容面。主啊，在这十架大能，你透过了十架
你献上了自己，你让我们生命被你拣选，被你赎回，让我们生命里面满有主你的恩典与慈爱。主啊，坚固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委身成为你的门徒，来跟随你。亲爱的主，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当中来爱我们的这个城市，来爱我们的国家，让我们教会能够合一、同心合意的来到主你面前，不再是追求自己，而是仰望着基督。主啊，恳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到你面前，同心的宣告，在你凡事都能。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恳求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6月7日，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11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11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既然基督在肉体上受苦，你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意志装备自己，因为在肉体上受过苦的人，已经跟罪恶绝缘。从今以后，你们在世上所剩下日子，要受上帝旨意的管束，不再被人的欲望所控制。从前你们浪费光阴，做异教徒喜欢做的事，生活在淫乱、纵欲、酗酒、厌乐、狂饮和可憎恶的偶像崇拜中。现在你们不再跟他们过那样放荡、没有节制的生活，他们觉得很奇怪，因而侮辱你们。可是他们一定要向那位将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上帝交账。为了这理由，福音也曾传给死人，给那些跟其他的人一样在肉体上受了审判的人，好使他们的灵得以跟上帝一样活着。万事的终局就要到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真诚相爱，因为爱能够消除许多罪过。要彼此殷勤接待，不要埋怨。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就要照着从上帝所领受的种种恩赐彼此服侍。谁宣讲，就得宣讲上帝的话；谁服侍，就得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好使万事都借着耶稣基督归荣耀给上帝。愿荣耀和全能都归于他，世世无穷。阿们。我们今天经文在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11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在今天经文当中，当我们的默想当中，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领受？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也愿圣灵在这当中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在对我们诉说，让我们在当中真实的领受上帝透过经文来带领我们。在这几天的经文也一直在讲到受苦，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许会经历到一些事情，就如同耶稣为我们受苦一样，被鞭打，被钉上十字架。而在当中这样的过程里面，也让我们生命不断的炼净。当然，我们不是一定要像以前的修士这样，要苦修，要拿着鞭子鞭打自己。然而，当我们持守该走的路的时候，许多时候也真的会经历到众人的羞辱。当我们持守正确的道路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会用很多莫须有的话语来攻击你，就像耶稣一样，当众人受不了他所说的东西的时候，就开始想要找人来做假见证。在过去是那样子，在现在也是如此。也就像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里面一样，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现在有的过去也有。其实事情不断的在这样发生，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生命回到上帝面前来，不断的要被修剪。当我们不被修剪，我们也就陷入在那样的状况里面。我们也常常开始讲一些很奇怪的话语，讲许多得罪上帝的话语。这边在讲到说，既然基督在肉体上受苦，你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意志装备自己。所以我们在读经的当中，在讲到在礼拜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蛮常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谁在受苦。这边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在肉体上受苦。当在肉体上受苦，耶稣经历这一些，那我们呢？其实当我们愿意去装备这些，我们的意志已经预备好，当我们去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那一些事情。其实当我们这世代在讲舒适圈，也就是让我们关在自己的门里面，不踏出去，在自己不受伤害的状况当中去过每一天。我不得罪别人，别人也不得罪我。但是有没有发现，当你不得罪别人，别人就不得罪你吗？当你不欺负人，别人就不欺负你吗？我们可以做到不欺负别人，不伤害别人，但是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来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怎么样帮助人来成长。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会在外面眼红。就像很多教会在分享，当他们在小组做得很好的时候，就有些人会眼红；在某些教会做得很好的时候，就有许多教会会眼红，然后就会群起来攻击。我们看教会应该是大家觉得最棒的一个地方，但是依然会有这样谣言四传。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在做事情是如此，害怕自己的权益受损了。但是我们更要去看的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坚强起来，站立起来。既然基督在肉体上受苦，既然我们都看到我们所跟随耶稣在肉体上受苦，你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意志装备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今天门徒也是一样，当他们看到基督受苦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举动就是躲起来，害怕自己也经历那一些。然而他们领受圣灵之后，当他们看见耶稣死而复活，当他们有这样许多经历的时候，他们生命也开始不一样。他们也在肉体上开始有许多的操练跟预备。所以这边说，肉体上受过苦的人已经跟罪恶绝缘了。所以在当中，我们不害怕受苦，我们就不会去做这样犯罪的事情。我们看到有许多人犯罪是想要过得比别人好，
有很多人想要在当中犯罪，是为了要让自己更享受。有很多人犯罪是害怕受苦，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过去那些苦都已经过了，这些算什么呢？在生活上，在信仰上，在许多层面上，都这样操练过了。就像当兵的人一样，刚去当兵的时候，前2个月的新兵训练，当然就像我们那时候讲的，就是要把你操到爆，把一些过去的习性都把它洗掉。过去是众人服侍你，现在是我们要服侍许多的人，所以当中要受许多的苦。很多人也在回想当初在新兵中心的时候是怎么样被操，怎么样被训练起来的。然后在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训练，然后接着在第2专长训练，或者士官训练，或者许多专长训练当中，其实也都很辛苦。甚至那些水鬼在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他们在训练系非常辛苦，最后结业的时候，在那天堂路，在那海里面游的时候，其实都非常辛苦。所以当这样操练完之后，你后续所要面对那些事情，对你来讲已经不算什么了。所以不怕那样的痛苦，那样的辛苦。所以这边讲到说，有这样意志的人，其实已经不怕受苦，不会在哪些事情当中来得罪上帝。所以从今以后，你们在世上所剩下日子，要受上帝旨意的管束，不再被人的欲望所控制。其实有很多人日子越活越过去，但是有许多人在分享是他们生命当中，在物质的生活这样就足够了，更享受的是与上帝同在的每一天。所以在当中在讲的是受上帝旨意的管束，其实也是来到主的面前，让上帝的话语帮助他每天在10岁，每天在领受上帝的话语，每天都来到上帝的面前，经历上帝恩典的祝福。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让我们在这当中的每一天都去经历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当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受上帝的旨意管束，让上帝的带领在我们当中，就不再被这欲望所控制，因为你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当然我们还是会犯罪，还是会犯错，但是在当中很快的就会回到上帝面前，求上帝赦免。我们看到大卫也是会犯错，我们看到撒母耳也会犯错，我们看到这许多人都会犯错，但是也很快的会回到上帝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被撒旦来辖制，会被那许多的欲望所诱惑，但是在当中很重要，这边在讲到说受上帝旨意的管束，会更深的回来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去领受上帝的带领。所以过去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在悔改之后，也在分享说过去在外面走了很大的一圈，去拜着其他的神，在生活上淫乱、纵欲、酗酒、厌乐、狂饮和可憎恶的偶像崇拜中。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说他在寻找，他在寻找，世人都在寻求。我们看到许多人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也可能一直在寻找。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分享，他过去一直在寻找可以帮助他的，他寻找了许久，花了许多的时间，甚至在当中他要怎么样让他的苦楚让别人知道，让这些过去，他要怎么样让他生命里面的苦来过去，而每天生活在快乐当中。但是在这些酗酒、
纵欲、淫乱、厌乐、狂欢之后，接下来是更深的孤单，更深的焦虑。所以有许多人一直在追求那一些，然而在那段时间好像很快乐，但是那段时间结束之后，就陷入很深的谷底，好像爬到了山顶，但是人一走又马上掉到谷底，好像很快乐，但是事情一结束，那一场宴乐一结束，就陷入很深的忧郁当中。所以人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在追求快乐，在追求那些世上的一切。但圣经里面也讲到说，那一些很快就会过去，并不是永久的。就像以前的歌也在唱的说，今生若比永生长，那我们就好好享受吧。但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要追求的是那永生、永恒不变的价值。所以过去许多人都陷入在那当中，去拜那些异教的偶像，跟喜欢做的事情，在那些宴会当中享受当中。但是很多人生命改变了，这边也讲到说，你们不再跟他们过那放荡没有节制的生活。所以当我们不继续做那些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奇怪，而且侮辱你们。其实当我们不同流合污的时候，那些人就会开始用许多的谎言来攻击，要把你抹黑，要把你说得很糟糕。其实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这些，而我们也常陷入这种害怕当中。在这样害怕里面，我们也就害怕离开他们。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也很多这样攻击临到。但是我们在这当中是不是求上帝遮盖我们，上帝的灵遮盖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陷入这样的害怕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当有些人要来拜上帝，要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其实在家人当中，在朋友当中，在许多人当中，都会用各种的方式来羞辱、来侮辱、来攻击。所以很多人都会骂说：“你不会过来，你是这边反背叛者等等的。”有很多很难听的话会一直出现。而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寻求那一个价值？有很多人因为害怕就回去了，但是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人经历这些，依然抓住。而这边说，可是他们一定要向那位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上帝交账。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不管是谁都一样，我们所做的事情要回到上帝面前交账。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当中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回到上帝面前来交账。而那一些攻击你、侮辱你的人也是如此。当他们持续不断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就是要回到上帝面前去领受那种永死吗？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悔改，求上帝赦免我们，也为着那些人祷告，愿他们生命被改变。当我们生命在成长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诅咒他人而已，更重要的是要祝福着这世代，让那些人他们能够愿意悔改。当我们生命被提升了，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帮助别人生命也被提升上来。所以当他们这样做，他们要向那位上帝来交账。所以福音传给众人，让那些身体死了或者是灵里死的人，也是有机会来领受福音。
所以让我们生命里面回到上帝面前来，让我们将这些美好的福音来传出去。不是谁可以得到而已，上帝愿意让世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领受。即使那些你觉得很可恶的人，上帝也愿意将这些恩典给他们，给那些跟其他人一样在肉体上受了审判的人，好使他们的灵得以跟上帝一样活着。所以我们都还是有机会，都还是有机会。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也很讨厌我们的一个邻居，我们就很讨厌他，嘴巴很坏，我们也很怕他。但是长大之后，没想到哇，这家庭也信主了，也在我们教会礼拜了。虽然他们的孩子还去做宣教师，上帝的恩典从他们孩子带回到他们家庭当中，让他们家庭有机会活了起来。整个情况很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不懂什么叫诅咒，不懂什么叫做受苦等等的，我们只是单纯觉得这个人怎么讲话是这样子。但是后来也发现，这样家庭，上帝让他们也有机会被翻转。所以世界将要走到末了，万事的终局就要到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谨行祷告。我们可能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但是我们要警醒。耶稣也说，人子来的时候他也不晓得，就像盗贼一样，就这样来到了。这样终局什么时候会来到，我们不晓得。就像过去那几年一样，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我们不知道。家园什么时候会被摧毁，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要谨慎自守。就像我们这时代也在讲的，虽然我们都希望和平的过日子，不希望有战争，但是我们要做好各样的准备。当别人要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当撒旦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先预备好，让我们站立得稳，依靠上帝。所以这边讲到说要谨慎自守，谨行祷告，也就是让我们每天来到主人面前，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都常常觉得我们没有预备好，但是有没有看到当我们每天在预备的时候，这许多恶者的攻击，我们就不用害怕。就像前两天经文在讲的一样，当我们行得正，我们照着上帝所带领的路来走，我们就不用害怕这一些，我们就不用担忧这一些。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要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就将这些来摆上。万事的终局就要到了，末日就要来到了，我们要谨守，谨慎自守，要警醒的祷告，将这一切都仰望在上帝的手中，为着这所有事情来祷告，为着这许多我们所关心的人来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真诚相爱，因为爱能消除许多罪过。所以这当中，你有没有发自你内心的去爱你周遭的人，爱这些弟兄姐妹？还是你用尽心思要去设局，去害这些人，去得着你所要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直在讲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你要爱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真的这样去爱吗？还是我们在当中用了许多的心思在互相的攻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回到主人面前，求上帝赦免我们。在这许多事情当中，我们需要上帝来赦免我们。我们要真实的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过错，
爱能消除许多的罪过，要彼此真诚的相爱。所以当我们在团契的时候，当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要真诚的。我们只是一个责任吗？还是发自内心真实的相爱？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花点时间，当我们在灵修在祷告的时候，也要真实的回到上帝面前。我有真的爱这个教会吗？我有真的爱我们的牧者吗？我有真的爱我们的同工吗？我有真的爱我们弟兄姐妹吗？我们做这些只是因为责任吗？还是因为上帝的爱，使我们去爱这许多的人？所以在这许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反省，更多的反思。我们是不是有做到圣经里面说彼此真诚相爱？其实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很多话语都不是建议你好不好，我们要真诚的彼此相爱。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建议你，而是上帝的命令跟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上帝都跟我们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上帝的命令，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上帝要祝福给我们。但是我们也要在当中领受之前，我们要先学习彼此相爱，我们要先领受上帝这样爱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爱，不知道什么是爱。当要爱的时候，他会说我爱不下去，我不知道怎么爱。很多时候我们在互相关心的时候，好像都只是一个责任式的做完而已。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不是一个责任而已。我们在看的是真的，我们要真实的相爱。各位弟兄姐妹，你有爱你的邻舍吗？你有爱你身边的这些人吗？当你真实爱的时候，你就会真的是经历爱能够消除许多罪过。就像我们爱小孩一样，即使小孩一直在得罪你，一直在做错，你一直在念他，但是你依然爱他。这也是以前我常在说的。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在看你的立场。你跟这个人是好朋友，你都会觉得啊，这些没关系的，这些就这样子而已啊，这小孩子这样的调皮而已。但是你讨厌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又在刷存在感了。这个人只是要讨好而已，这个人又在做这样的事情了，这个人怎么样？所以当你不喜欢他，他所做的你都觉得很讨厌。而当你喜欢他，你跟他有好的关系，你觉得即使他做错，你都会帮他讲话。所以这也类似如此，爱能消除许多罪过。当你去爱他，其实他得着这些爱，他就不太会去做那些糟糕的事情、私底下的事情，去伤害其他的人。所以这许多事情也让我们回来看，究竟我们愿意人怎么样？也就是如此，圣经里面说，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也要先怎么样待人。所以当我们爱人，当我们关心这些人，这边讲到说彼此真诚相爱，爱能消除许多罪过，也就是如此了。所以在当中，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边讲要彼此殷勤接待，不要埋怨，不要埋怨，要发自内心的来做。在当中，我们要彼此的服侍，发自内心的来做。很多人都是边做边埋怨，边抱怨，但这边讲到说要彼此殷勤接待。让我们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接待，我们彼此在当中一起来服侍，但不是在那边埋怨谁有来谁没有来，谁怎么样。而且当我们在看这句的时候，这句话是接在前面的，
在第8节的之后，第8节讲到说，要彼此真诚相爱。所以彼此真诚相爱，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埋怨。要彼此真诚相待，你就能够殷勤的来接待。彼此真诚相爱，就会遮掩许多过错。你真的爱他，你就会知道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他。有时候你觉得那个人对你来讲不是什么人的时候，你就用不好的语气在对他讲话。但是如果你真的爱他的时候，你会用很多种方式，会去思索，可能对他凶一点，可能对他好一点，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会用想很多的方式去帮助他。就像以前有个干事在当中，他犯了很多的错，我每天都在想，我怎么带他，怎么帮助他，怎么样把他带起来。在当中能够让他有一些机会，在犯错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把他导正过来，而在这许多时候让他去看见他自己的限制或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在讲到说要真诚相爱，爱能遮掩过错，爱能消除许多的罪过。在当中也在讲到说，我们要彼此殷勤接待，不要埋怨，不要埋怨。所以当你不埋怨，你也就不会互相攻击。所以圣经里面也在教导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既然我们要成为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就要照着从上帝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也不要求每个人都一定要做相同的事情，都要很一致。我们每个人有不同恩赐，就在你各自的恩赐上面做好你该做的每一件事情。可以的话，也可以去帮助别人。我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在做，常常都不是我们所顺手的，我们能力所及的，我们的恩赐所在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服侍。其实我们都会要求别人，你这个也要会，那个也要会。所以当中也造成了许多摩擦，所以当中也会造成了许多的抱怨。你看那个人都不做，那个人都不会，那个人怎么样？但是爱能消除许多的罪过。在当中，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在什么地方特别有恩赐，他在什么地方特别的弱。圣经其他地方也说，弟兄姐妹要互相的帮助。所以在别人比较弱的地方，是不是在当中去帮助他？而在你自己比较强的地方，你也可以透过比较强的地方去带领更多的人，去帮助这些人。所以要照着从上帝所领受的各种恩赐，彼此服侍。所以我们要领受我们所能够得着的恩赐，我们要知道我们恩赐在哪里，好好的来服侍。在当中，我们也才能够成为好的管家。我们不用去羡慕别人有多少，但我们可以在当中来领受这一些，照我们个人所领受的好好去用。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很喜欢讲那个5000、2000、1000的，但是在这当中更重要的是，不要像那1000的去埋没了你所有一切。他说至少你把它放在银行还会生利息。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有不同恩赐，该宣讲的就去宣讲，该服侍的就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好使万事都能借着耶稣基督归荣耀给上帝。所以照着你的恩赐去做，不用去跨越，不用去减少。我也看到我们很多同工都很认真在做，很多同工都在说他的能力不是这样子，他不是这样的人，
但当他在做的时候，上帝就加添能力给他，所以他就认真的在当中努力的服侍，照着他的职分，照着他的恩赐，在服侍着许多的人。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服侍上帝，将自己摆在上帝面前。所以在当中，该宣讲的就宣讲，该服侍的就服侍。所以谁宣讲，谁就得宣讲上帝的话。其实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的好好的分享。当牧师讲道，我们就照着圣经来讲道；当我们在私会，我们就照着该说的来说。这当中，我们不是让我们的讲台变成互相攻击，不是让我们的小组是在集结人，让你手上有兵去互相攻击，去互相厮杀，而是在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彼此的服侍。这边讲，谁宣讲就得宣讲上帝的话，谁服侍就得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所以不是照着你的力量，照着你的能力，这边说的是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好使万事都借着耶稣基督归荣耀给上帝。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我们对焦在上帝面前，对焦在上帝面前，我们向着十字架，专注在上帝面前。愿荣耀和全能都归于他。所以当中，当有一些教派说传讲的是什么？十架的讯息。当然讲这些的时候，也就是让我们在传讲的时候是仰望的十架。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就是如此，向着十架，仰望十架，照着上帝要我们传讲的去讲，要我们去做的去做。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讲到说，当我们聚集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就是上帝圣灵的临在，让圣灵带领我们。当我们领受了圣灵，当我们有相同的灵，我们就不会走偏差。然而当然有些人领受的是那邪灵、撒旦的灵、谎言的灵所讲出来的话语，就会把人带偏，就会像那列王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些王一样，他们不但自己责对上帝，而且还让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所以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都是如此，要宣讲上帝的话，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所以这当中也是我们需要调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人脉，用尽各种方式，但是我们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需要先祷告，先把我们调整回来，聚焦在上帝面前，让上帝开我们的口来宣讲，让上帝与我们同在。若2、3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就给他们成；若2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我就在他们当中。所以就是如此，当我们聚集，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所求的，上帝就给他成就。我们聚集，上帝的灵就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接着下一句说的，愿荣耀和全能都归于他，世世无穷。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经文当中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而在当中很重要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真诚的彼此相爱。在当中我们会受苦，但是我们不是让自己陷入在那些欲望当中，不是陷入在那些淫乱、纵欲、酗酒、厌乐、狂饮和可憎恶的偶像崇拜中。我们更重要的是带领人来到主的面前，将上帝的福音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上帝的话语。我们传讲的是上帝的话，我们所做的是上帝能力赐给我们。
我们透过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不知道你有领受了什么。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再回到今天的经文，再回到刚刚的分享里面，我们来默想上帝要对你多说什么。让我们真诚的彼此相爱，因为爱能消除各样的罪。让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在那抱怨，不是在那攻击当中。让我们有一点时间，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来默想上帝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能力去爱人。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主你先爱我们。你让我们在当中成为那君尊的祭司，让我们在当中要真实的彼此相爱。让我们在当中不是陷入在那抱怨埋怨当中，不是陷入在那纵欲荒宴当中，而是让我们被你找回来。在当中，我们要更深的去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真诚的彼此相爱。主，你让我们看到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让我们不再去看到别人的错，而是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上帝的恩典。上帝，你要我们当中彼此的相爱。主啊，让我们在当中也能够透过这样的彼此相爱，一起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能够同心合一的领受你的话语。在当中，你的灵也要与我们同在。你要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也要彼此的相爱，也成为主你的门徒。现在主，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服侍，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去看见主你要让我们进到你的话语当中来分享你的话语，进到你的恩典当中来领受你所赐下的恩赐，来彼此的服侍。现在主，愿主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恳求你悦纳我们的领受，我们的分享。愿我们能够将自己摆上，成为你合用的工人，来彼此的服侍，来彼此的恩待。让我们或许要经历受苦，让我们预备好在这受苦的当中去荣耀主你的名，也因着受苦，我们不得罪你。感谢主。主，我要讲我们教会，将我们现在许多身体有病痛的，或许经历了开刀，或许要做许多的药物的治疗，或许还要做复健。让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也看到主你要透过这当中来帮助着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生命当中不是离开你，而是更深的
去经历主你的大能。感谢主，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你的同在。所以我们再次将今天的参与的每位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手中，不论在礼拜堂，或者是透过线上，在家里，在某些地方，在透过线上的聚会的方式，也愿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将自己交在上帝手中，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愿上帝赐福于你。